这个落雨的季节，路边嘛捕袂少的野菇，但是千万唔通慢来食。南投埔里道乡亲伫咧中兴大学演士林的园区内，发现生这种白色的野菇，就甲晚顿来煮暗顿来食，结果一口15个人中中毒，吐骨流，紧急送病院急救。 这男仔拄咧病床顶吊大虫的，伊食到有毒的菇，会流过咸的吐，互人送去病院。白骨吐一挂，就是骚扰他吐。阿嬷伫讲话无啥气力，伊的孙啊坐伫病床边啊，嘛伫吊大虫的，因为因冇食。感觉跟一般的菇就味道就差不多，就蛮好吃的啦，然后就吃了很多。吐完之后主要是苦了。因一家伙5个人拢食到有毒的青筋菇中毒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 吃的东西也带过来，这个就好像被毒蛇咬到一样。我们也希望看到到底是哪一种毒蛇，因为每一种毒性是不一样。这口罩住伫南投的玻璃镇，这个做老爸伫中兴大学实验林内面的草埔发现讲有真侪白色的菇，就晚等去煮规大鼎的野菇汤，大家拢中毒。梅雨季节过后之后，它土壤比较潮湿，那它的菌丝就长得特别快。 专家讲，一般人当作讲有毒的菇色水会较水，若一种色水尔，这就无毒，其实唔对。这个青筋菇就是白白啊，也有白鬼线嘛是同款，因为色水无水，也不过拢是有毒的。尤其是落过黄酸风了后，这野菇特别济，咱乡亲千万唔通乌白板来食，以免中毒。